中美高層代表團喺西班牙結束1連2日嘅經貿會談。中方話雙方就妥善解決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問題達成基本框架共識，將會依法依規開展技術出口審批，並強調唔會犧牲企業利益。美方就話兩國達成框架協議，涉及將 TikTok 轉為美國控制，有待總統特朗普同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5通話完成細節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同美國財長貝森特率領嘅代表團，星期一喺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嘅聖十字宮舉行第2日嘅中美經貿會談。中方代表團喺馬德里經貿談判之後見記者，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代表兼副部長李成鋼話：會談充分發揮中美經貿磋商機制嘅作用，喺相互尊重、平等協商嘅基礎上，就 TikTok 等雙方關注嘅經貿問題進行咗坦誠、深入同建設性嘅溝通。雙方圍繞 TikTok 及中方有關關切進行了坦誠、深入的交流。就以合作方式妥善解決 TikTok 相關問題，減少投資障礙，促進有關經貿合作等，達成了基本框架共識。關於 TikTok 問題，中方一貫反對將科技和經貿問題政治化、工具化、武器化，絕不會以犧牲原則立場、企業利益和國際公平正義為代價，尋求達成任何協議。何立峰就話：對於 TikTok 嘅問題，中方將會依法依規開展技術出口審批，同時中國政府充分尊重海外企業嘅意願，支持企業喺符合市場原則基礎上同合作方開展平等商業談判。何立峰強調，中美經貿關係嘅本質係互利共贏。合則兩利，鬥則俱傷。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，盡快取消有關對華限制嘅措施。又話中方維護自身正當權益嘅決心堅定不移，將會堅決維護國家利益同海外中資企業嘅合法權益。中方話雙方就 TikTok 嘅問題達成基本框架共識。美國財長貝塞特喺會後話，雙方達成嘅係框架協議。佢亦都話，美中元首將會喺星期5通話講到細節。We have a framework for a TikTok deal. The two leaders, President Trump and Party Chair Xi, will speak on Friday to complete the deal. But we do have a framework for a deal with TikTok. The framework is for it to switch to U.S.-controlled ownership. 對於框架有冇涉及將 TikTok 嘅擁有權轉為美國所有，中國唔再擁有相關公司嘅股份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咁樣回應。Well, we haven't decided that, but it looks to me, and I'm speaking to President Xi on Friday for confirmation of that, and, frankly, more importantly, a big deal. 貝森特冇傾到框架嘅詳情，只係話大約1個月之後，美中可能會再舉行經貿會談。不埋就禁寬限期原定喺今個星期3屆滿，美方可能會延長期限。若果 TikTok 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未能夠出售美國業務， TikTok 可能會喺美國被封殺。路透社早前報導 ，TikTok 剝離字節跳動嘅協議有好多技術問題已經解決。無線電視記者朱兆麟報道。